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全球最美的10个护照，也顺便跟大家说说关于护照的冷知识。瑞士护照颜色和国旗一样，封面压满着十字架纹路，比起一般护照的国徽，感觉更有设计感。梵蒂冈坐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，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一直以来是天主教的核心，入选的原因是因为很稀有，黑色的封皮和烫上金色的梵蒂冈标志，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。它只颁发给当地的神职人员。以2019年当地的人口统计来看，全球可说是限量830本。英国护照充满人文气息与建筑。护照本身就是英国发展成现代化的丰功伟业史。顺带一提，女王本身并没有护照，原因是全英国的护照都是她发的。女王就是霸气。这里跟大家插个冷知识，不知道大家在排队候机时，是不是也把手中的机票夹在护照的中间？每次我都会好奇，这些五颜六色的护照是属于哪些国家的旅客？好啦，或许只是我无聊，但我找了一下，原来这些颜色背后还真的有秘密。护照颜色主要分4种：红、蓝、绿、黑。曾经或现在有过共产主义的国家，通常会使用红色，但如果是酒红色，大部分则是欧盟的成员国，所以最近才脱欧的英国就把颜色改回蓝色。绿色除了台湾和南韩外，大部分被伊斯兰国家使用，还有西非经济体系。蓝色象征新世界，加勒比海附近15国连接到南美洲，皆是蓝色的护照。而黑色的就比较稀有了，除了纽西兰外，大部分是非洲国家，像刚果、加蓬、赞比亚等等。印尼的护照内页设计高雅现代，并融合当地的文化特色。菲律宾的设计也很精彩，尤其是它的内页设计，描绘当地生态与人文建筑，图形设计好看、高雅又精致。匈牙利的护照很特别，前2页在紫外光下会浮现国歌的歌谱。纽西兰人对黑色有独特的痴迷，除了黑色的飞机、橄榄球队、新国旗设计，连护照也是黑色的。黑色的护照配上银爵，不只是帅气，也是有传统意义。源自当地毛利猎人在夜晚打猎时，将银爵反折，当作反图的记号。内页的图文讲述着100年前那段漂洋过海的艰辛移民史。说到历史，最早的护照可以追溯到西元前450年，圣经中的一段。波斯王写了一封信件，使官员能自由通行，抵达犹大王国。在20世纪前，护照样式可说是五花八门，照片也没有明确要求。你可以1个人拍，2个人拍，也可以大家一起拍。结果照片的意义就不大了。直到1920年，国际联盟与国际民航组织跳出来制定了一套规范，也就成了现代护照的规格。芬兰的是护照也是一本手翻书，一翻内页麋鹿就跑了起来。有紫外线防伪的护照不少，但加拿大的设计特别有趣，国会山庄在紫光下变成美丽的烟火秀，每一页皆有独特又别致的防伪图形。不止钞票很有质感的挪威，护照更好看，放在紫光下还会出现美丽的极光。当然，台湾的护照也有紫外线防伪功能，这种特殊的印刷和纸张，或许就是护照价格不菲的原因吧。除了设计外，根据 Henley and Partners 2020的评比，最强大的护照，日本排名第1，新加坡第2，再来是南韩和德国。台湾和摩里西斯、圣文森并列排名32，
有146个免签国，不过不久前被他们超过了。基本上台湾的护照能自由通行绝大部分国家，算很给力。除了支持反分裂法的乔治亚明确禁止台湾公民入境外，没有地方是能困住他的。看完这么多有趣的护照设计，又觉得我们的护照设计怎么样呢？把想法写在下面告诉我们吧。